但是我发现我错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学生毕业的时候整理他的宿舍，发现他有太多的东西，他自己都忘记了。好几年前买了什么，结果呢他自己都不记得，结果在毕业的时候才整理出来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有很多的东西，身外之物，包括笔、手表、珠宝、钱、财富，所有的东西，它对我们来讲，只有在使用的当下才有意义。你没有使用的时候，它对你来讲就是放在那里的，你连知道不知道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，我们只有对每一个身外之物的那些物品，只有使用权。当你使用权用到极致的时候，它就发挥了它的意义，让自己、让环境、让别人都得到好处。可是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包括赚钱，放在银行、财富、珠宝一大堆，我们真的可以用到的非常有限。可是我们却以为那是我的，那个所有权骗了，以为很开心。一个无常来临的时候，一个死亡突然间来临的时候，你所有的东西不再是你的，但是你曾经好好的使用它的那个使用权才是重点。身外之物是如此，包括身体也是。我们一直以为身体是我的，我的所有权，是吗？如果它是你的，你会让它生病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我们的身体生病都控制不了了，我们哪来身体的所有权？所以身体对我们来讲，就是活着的时候，好好利用我们的身体，做有意义的事情，利他利己的事情，享受那个使用权。我们没有身体的所有权，所以你觉得这支笔对我来讲是好好用它的使用权，还是以为它是我的，摆在抽屉里却忘记，却以为是所有权？好，那各位同学，先看过这个影片了，咱更加会去了解。其实咱所有的这个身躯啊，只是咱像迄机关准备共款，只是一项物品而已。那重点就是像内底这小吴教授所讲的，咱敢有好好啊去发挥这支笔的作用？咱敢有好好啊来发挥咱这个身体的作用？这才是咱人生最大的意义啦吼。好。